的话，就是临柜借食本会有一个戳戳乐的活动。那除了临柜借食本之外，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自助借书机，或是刚刚的手机借书，借5本也有那个戳戳乐的那个资格这样。来，那麻烦妈妈帮我抽一个。东区药文图书馆为即马开始到31日开馆期间，推出新年快乐借书戳戳乐活动，借来者借册10本以上，或者是使用手机自助借册机借5本册，拢当参加戳戳乐游戏。希望透过活动，会当鼓励各界民众亲近活读。东区艺文图书馆特别在农历春节的前夕举办的这个借书戳戳乐的活动。那我们每次借了10本书，就可以有一次戳戳乐得到限量奖品的机会。那如果是我们旁边的这个自助借书机的话，5本就可以得一次机会。那我们希望鼓励民众、鼓励市民朋友们都可以多多来借书。现场嘛当看到真侪家长带着小小囡仔来这看册、听故事，自细汉培养亲近册本好习惯。很不错啊，就是小朋友也可以促进他们喜欢阅读的习惯，然后让他们拿到小礼物也会很开心。喜欢阅读哦，喜欢借书。乐乐说喜欢，大声一点说喜欢。喜欢。不止药文图书馆有活动，伫林森图书馆，这是伫1月16号到2月4号举办借书得春联活动，同款嘛是要鼓励民众多多来借册阅读。东区图书馆欢迎市民大众多多参与。书香大台南，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